因為我今日生日，所以特登揾咗一間特別啲嘅餐廳。呢間私房菜叫 B Sam Cook， 咩咁特別呢？首先佢係一位難求嘅，佢只會提供8道菜嘅 tasting menu， 你係冇得揀嘅。可以用咁樣嘅形式去經營餐廳，一定係勁嘢啦。呢度主打嘅係泰式 fusion 菜，老闆係泰國人，不過喺美國住咗好多年嘅啦。先嗰幾年，因為佢嘅嫲嫲咧就年紀開始大，佢就想翻嚟泰國照顧佢嫲嫲，所以就喺度開咗呢間餐廳啦。佢嘅理念係將食物做到物超所值，佢又真係冇講大話喎，1000銖左右有8道菜，最正係加多500銖左右就可以任飲紅白酒啦。大家欣賞下佢嘅食物擺盤啦，米芝蓮餐廳咁嘅造型，收緊嘅係平民價錢。餐廳嘅裝修仲好靚添啊，充滿田園氣息，好清邁啊，梗係要喺度打下卡影下相啦。大家第一次嚟到一定係食同一個 menu 嘅，我就問咗老闆啦，咁下次又食一樣嘅嘢啊？佢話梗係唔係啦，只要你話俾佢聽你係第幾次幫襯，佢就會俾唔同嘅 menu 你噶啦。今日第一款前菜係芝士蟹肉春卷，寫明係用新鮮蟹肉噶。我就最中意呢種 open kitchen 嘅啦，可以欣賞到廚師點樣整嘢食，同埋睇到點樣擺盤添啊！差啲唔記得講添，如果你係有啲特別嘅日子，例如生日啊，或者咩結婚周年紀念嗰啲，你記得同老闆講啊。咁飲紅白酒就唔使錢噶啦。第二道係一個冬陰功湯，話明 fusion 菜梗係唔會咁簡單啦。原來佢個湯底係用咗越南牛肉湯河嗰個湯底去做個 base 嘅，所以飲起上嚟會有少少嘅牛骨湯味嘅，加埋個冬蔭味，原來有幾夾噶喎。第3道菜原來只係頭盤啫，係 fusion 咗中國菜嘅燉排骨，仲加咗啲金箔，即刻好似好矜貴咁樣。老闆建議我哋加埋側邊少少嘅蒜頭碎一齊食，味道酸酸甜甜，有啲似我哋香港人有啲中式牛柳嗰種汁嘅味道。食主菜之前，梗係要飲翻杯青檸特飲，清清個口先啦。第1道主菜係燒三文魚扒。佢用咗香茅串住，再加個橙汁嘅 sauce， 味道非常之清新啊。第2道主菜係煙燻鴨腿，加咗一個雜梅醬，食落去就冇咁漏啦，同埋個造型真係好靚喎。最尾呢道甜品食落去好似果凍咁樣，最特別嘅地方係由老闆嘅嫲嫲煮嚟㗎，再加一杯冷壓果汁，真係有家嘅感覺啊！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因為今日生日仲有小禮物送添啊，就係一個象嘅袋。咁豐富嘅晚餐只係咁樣嘅價錢埋單，係咪真係好抵呢？呢間係我喺清邁去過最窩心嘅餐廳。老闆見我哋飲咗酒，特登過嚟問我哋有冇揸車，可以叫佢家姐車我哋返屋企。因為明知今日會飲酒，所以我哋都做個好乖嘅乘客，call 車嚟 call 車返屋企，咁就最安全啦。